這一集，大堂角落裏的客人也盡皆將目光匯聚過來。巴爺擺明是要找茬，要是搞不好，這雲耀酒樓恐怕都難再開下去。右雙引號，是啊，聽說這雲耀酒樓老闆是外地來的，怎麼跟地頭蛇鬥？這雲耀酒樓老闆也奇怪，竟然現在都還不現身。右雙引號，句號，酒客們交頭接耳的議論住這種情況，秦馬也有些不知所措。旁邊小二見情況不妙，連忙道：我再去通知老闆。右雙引號，後院，林雲和黃雪依舊在喝茶。這幾年，其他親友將單獨相處的機會留給黃雪，讓他們過一過二人世界。安穩突破至尊了。右雙引號，林雲突然起身，臉上露出一抹喜色。這是林雲剛剛收到的傳訊，安穩已成功踏入至尊，他總算是踏出這一步了。林雲笑着喃喃，隨即林雲迅速給安穩傳訊，祝賀他踏入至尊。林雲非常清楚想要踏入這一步有多困難。這時候，小二匆匆跑進後院，老闆，那群人鬧着要見你，依小的看，秦馬恐怕解決不了。小二急切慌張，非要見我。林雲笑了笑，走吧，那就去一趟。林雲當即往前面走去，小二連忙跟上。老闆，這群人不好惹，要是處理不好，說不定我們酒樓都難以再開下去。右雙引號，放心，他們還沒這個本事。林雲輕描淡寫。大堂內，那巴爺一夥人還在大聲嚷嚷着喝酒。師傅，秦馬見到林雲過來，立刻上前行禮。怎麼樣了？林雲詢問。師傅，徒兒沒用。秦馬低着頭，沒事兒，我來吧。林雲拍了拍秦馬的肩膀，然後走到這夥人面前。諸位，我就是雲耀酒樓老闆，聽說你們要見我。林雲帶着一抹微笑，你就是老闆，你面子挺大啊。巴爺我在城裏好歹也是號人物，想見你這個老闆，竟然都這麼難。巴爺腳踏椅子，一臉兇橫的看着林雲。巴爺，本店服務不周，還望海涵。今天本店不便再接待幾位，希望你們換個地方喝酒，如何？林雲說道。讓我們走，可以，拿個幾萬號月晶石賠償我們。巴爺一邊喝酒一邊說，不就是幾萬號月晶石麼？行。林雲依舊帶着笑容。巴爺一驚，他沒想到林雲這麼爽快。我改主意了，得幾十萬號月晶石。巴爺抬頭道。在場眾人都聽得出來，巴爺這擺明了是找茬嘛。巴爺繼續道：對了，還得加一條，你這位老闆得向我鞠躬道歉。當然，我只保證你今天走，不保證以後會不會再來。畢竟你家的酒很好喝。右雙引號，那你就是不想解決問題咯？林雲依舊帶着笑容。巴爺站起身來，走到林雲面前，是又怎樣？你還敢打我不成？巴爺帶着猙獰笑容，啪！一道清脆耳光聲響起，只見林雲一耳光輪在巴爺臉上，下一刻，巴爺整個人拋飛出去，咣的一下，將後面數張桌子砸的粉碎，最終砸在酒樓牆壁上，將牆壁砸出一個坑來。什麼？林雲的突然動手，出乎了所有人意料。包括巴爺那些手下。林雲直接走到巴爺面前，此時的巴爺臉上已滿是鮮血，狼狽不堪。巴爺內心更是翻騰起驚濤駭浪，他可是踏入永生的永恆境。林雲的出手之快，他竟連防都來不及。林雲一把提起巴爺，揪住巴爺的衣領，耳光繼續對着巴爺臉上扇去。你敢？巴爺一邊怒哮，一邊竭力運轉內力，想要掙脫林雲，想要抵擋，然而他永恆境的實力竟然掙脫不了，更擋不住林雲。啪啪，只見林雲的耳光不斷落在巴爺臉上，打的巴爺眼冒金星。師傅這麼厲害？秦馬見到這一幕後，
心中大為驚駭，這巴耶可是永恆境強者啊！在師傅面前竟然毫無抵抗之力。秦馬一直以來都不知道他師傅的實力，甚至他都不清楚他師傅的名字。聽說雲耀酒樓能白吃白喝，餓急了的他，為了能來吃點東西，才來的雲耀酒樓。剛好被林雲遇見看中，在進行簡單考驗之後，便問他願不願意留在酒樓接受教導。留在酒樓能有口吃的，他當然願意。他一直都不知道林雲的具體實力，這一次讓他迅速意識到自己師傅絕對不簡單啊！自己師傅肯定是永生者，甚至有可能是萬物境、主宰境的永生者。想到自己師傅這麼強，秦馬心中自然欣喜若狂，就連店內小二都對老闆林雲表現出的實力感到震撼不已。老闆這麼強，店內酒客更是瞠目結舌。雲耀酒樓老闆竟然如此彪悍，連巴爺都敢打，挨打的巴爺連連嚎叫。我拜把子兄弟是赤星宗氏長老，連博元城城主都得給我幾分面子，你敢打我，你知道後果嗎？感嘆號，林雲停下來，看着他道：是麼？你背景這麼厲害？又雙引號，當然，小子，你現在怕了？告訴你，你敢打我，你一定會付出代價的。巴爺怒火萬丈的看着林雲。既然你背景這麼劉海，那就再多賞你幾耳光。又雙引號，林雲話音落下之後，耳光繼續對着巴爺論去，啪啪，伴隨着清脆耳光聲響徹店內。巴爺被打的嘴裏連連吐血，臉都完全不成樣，牙齒都被打飛了。這酒樓老闆有點實力啊！打永恆境的巴爺，竟然跟殺雞屠狗般簡單。又雙引號。角落裏的酒客們無不驚嘆，這種情況之下，大家依舊發現林雲沒有釋放出任何內力，這才是讓大家最為吃驚的。巴爺，現在能不能解決？林雲一邊扇耳光，一邊問：能，我錯了，能解決，別打了。巴爺連連嚎叫，已經被打的完全沒了脾氣，再打下去，他半條命都沒了啊！林雲聞言。這才停手，說吧，怎麼解決？林雲依舊提着巴爺，如同提着一隻兔子般，都按老闆你的意思辦。巴爺連連說道：那就滾！又雙引號，林雲將巴爺丟出去，砸落在他那幫手下面前。巴爺，他的那些手下連忙將巴爺攙扶起來。巴爺是踏入永生的永恆境，而他這些手下都是沒有踏入永生的。連巴爺都被打成這樣，他們之前哪敢幫忙？廢什麼話，趕緊扶我走！巴爺的臉已腫成豬頭。是，這些手下連忙扶着他離開。站住！林雲的聲音再度響起。你還想幹嘛？巴爺轉身看向林雲，眼中滿是忌憚。林雲雙手背負。幫我帶個話，告訴指使你來鬧事的幕後主使，不要玩火。以後再來擾亂我雲耀酒樓，小心玩火自焚。我現在的內心雖然不錯，但終究是有限的。林雲繼續道：哦，還有一點，以後我要是再聽說你在博元城作惡，你的命恐怕就難保了。又雙引號，是。巴爺小雞啄米般連連點頭，然後在他手下的攙扶下，迅速離開酒樓。這伙人離開後，好。酒樓角落裏的酒客們都拍手叫好起來。巴爺被打，大快人心啊！秦馬過來，林雲開口。師傅，秦馬連忙來到林雲面前，激動不已。師傅，你好強啊！那可是踏入永生的巴爺，竟然被你打的一點兒脾氣都沒有。又雙引號，秦馬通過這件事悟到些什麼沒？林雲恢復微笑，師傅，徒兒悟到了，沒有實力，講不了道理。秦馬作答，秦馬實力弱，他之前出來講道理，巴爺他們根本不買賬。沒錯，道理建立在實力的基礎上，記住，
拳頭就是道理，實力就是道理，這是很深刻的一課。林雲說道。徒兒謹記，秦馬作答。接下來，我會重新安排你的修煉日程。你接下來這些年，實力會有一個突飛猛進。林雲說道。謝師傅。秦馬連忙抱拳鞠躬。秦馬見識了林雲的強大後，更加篤定，跟着林雲學習修煉，有前途。對了師傅，徒兒聽說那巴爺的後台確實硬，萬一他那位拜把子兄弟真來客棧找師傅麻煩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旁邊小二也說道：是啊老闆，他兄弟可是赤星宗氏長老。又雙引號，角落酒客們也在議論這一話題。赤星宗在這邊的名氣可是很大的，附近幾個城池，誰不夢寐以求拜入赤星宗修煉？這是當地最好的修煉宗派，其宗主實力更是堂堂正經。林雲帶着微笑作答：無需擔心，別說是赤星宗氏長老來，就是赤星宗宗主敢來我雲耀酒樓找茬，我也照打不誤，都去做自己的事吧。又雙引號，此話一出，再度讓秦馬一凌，自己師傅這麼厲害，師傅究竟是何種境界？